著名作藥，蟲草膠囊。熒幕八爪魚八足咁多爪，今集先去同大家睇下 TVB Fans Party 嘅精彩回顧，再聽下吳大強嘅演唱經歷分享，然後去多倫多參與木偶藝術節，仲可以去感受下日系觸感藝術展。星期日晚7點40分，熒幕八爪魚。